驳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荒唐声明和中共近日以来的狗急跳墙的反宣传行动。首先，我感谢一下美国作为一个维吾尔人，我感谢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有关我们的人权法案，感谢你们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维吾尔人的问题，而揭露了中共打着反恐名义对本民族所进行的种族灭绝。也感谢贵国政府提醒人们中共对世界的威胁，并希望特朗普总统尽快签名而使其惩罚，以致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进行制裁。你们也很清楚，虽然中共针对你们搞反宣传来挑拨自己的民众和你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其实他们心底里是赞赏你们的政策的，不然怎会把自己所盗窃的巨额财富和子孙都转移到贵国，并已经做好了或退休以后或政权被摧毁以后自己也定居的计划呢？以彻底认清中共的流氓面目的世界都知道，他们之所以对自己的民众搞你们的反宣传，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集权统治。其次，我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美国的法案的荒唐声明和最近中共在拼命的所搞的反宣传活动。很显然，这是中共因面临政权的崩溃而表现出来的恐慌和挣扎。按老天要使你灭亡，必先使你疯狂之谚语，他们是在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不但不承认自己对别人的抹黑行为，反而责怪别人，谴责自己的践踏人权的行为和流氓政策，并称之为抹黑。中共执政以来，本着无德、无良、无耻、无理、无赖的黑心治国，而把中国带入了黑暗时代，在国内外靠说谎、欺骗、篡改和抹黑维持的政权，把人们当盾牌，利用中国人们的名义来威胁世界等耻辱的行为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家都能看到，像中共这样随意吊销职业头衔，在光天化日上让人失踪，比如给没有建立任何组织，没有安排示威活动，只是个人在媒体上要求给予维吾尔人在他们自己里所定的自治区法里的某些权利的经济教授伊拉罕托迪套上了分裂派之罪，判处无期徒刑。同样，给提倡西医和唯一结合应用的医学教授哈姆拉多波套上分裂派之罪而判处死刑一样，无端抓捕各民族的知识人才并随意判刑的。不但如此，而且把这残忍的恐怖行为延伸到国外来威胁在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中国公民的中共暴徒们，居然还有脸谈人权。我问中共，你们能交代出执政以来的70年导致了按外国专家推测的8500万无辜人死亡的延安改革、土改、大跃进、反右、翻三翻五、文革、天安门大屠杀、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迫害和屠杀藏人的之罪吗？你们能为自1990年以来在东突厥斯坦所执行的杀害了上万母婴鸡的计划生育，2009年以来公开杀害、逮捕和暗杀的形式夺取了为公平而和平游行的27500名维吾尔大学生，但只报极少杀害人数。2016年以来，用新高技术把东突厥斯坦转变为露天监狱，禁止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婚礼、葬礼、亲友聚集等所有的社会活动，给自己的群体把维吾尔人介绍为小偷、恐怖分子，因而煽动两个民族之间的敌意，导致人们生活紧张和不安。特别是为了种族灭绝的目的而建立的比纳粹是更可怕的人们高喊再也不要重复的集中营，把以科学家、宗教人士、
作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为首的，从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只是执行自己的宗教义务的，甚至过着普通生活的无辜的500多万维吾尔人关进了集中营，用新发明出来的各种酷刑来杀害、致残、强奸，用各种化学药品剥夺维吾尔人的生产能力，把其中的150万年轻的维吾尔人转移到他省的监狱，用同样的酷刑杀害他们，并活摘他们的器官，用不允许亲戚收养父母被关押在集中营的近100万儿童，而残忍地把他们也关押在所谓的幼儿园的儿童集中营里，同化他们的手段来解散家庭的，派男干部到男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家里吃住，以及强迫维吾尔女青年嫁给汉人的罪行找到了借口吗？你们不是未能交代出奉你们自己的指示把古兰经翻译成维吾尔文的80余岁高龄的穆罕默德·萨利和其他宗教学者人士关进集中营后折磨死的罪行吗？你们能给禁止宗教信仰、摧毁上千所清真寺、烧毁古兰经和其他宗教圣书、文化和真实历史等所有著作的文化和种族灭绝的滔天大罪找到了任何托词吗？你们不仅迫害伊斯兰教徒，也迫害天主教徒、佛教徒、道教徒，摧毁他们的宗教活动场所的所有证据不是摆在世界面前吗？为什么只在口头上声明在东土厥斯坦没有集中营，有宗教自由，有2万多所清真寺，中国的其他地区有许多所其他的寺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而不许国际代表团就地考察了吗？你们又在国内靠如此恐怖镇压来封锁网络信息，不允许自己的民众与外界通讯，不允许不同文化、不同的思想存在。为了给人民灌输自己的思想理论，通过洗脑而使人们变成被你们控制的机器人，在国际靠欺骗、傻逼、布设贷款陷阱、行贿赂和恐吓拉关系，一方面用强盗的逻辑来践踏国家和国际法律，另一方面又毫无羞耻地以法律为借口说别人违法犯罪。你们的傲慢性竟然到了如此地步，能毫无犹豫地声称任何国际协议是可以违背的，因为国际组织没有强迫执行的力量。所以你们从来没有尊重和执行和世贸组织、联合国以及其他任何国家所签署的协议，并滥用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和法律漏洞来收益。当以联合国为首的世界组织和捍卫民族主义和人权的国家和团体凭证据来谴责你们所犯的人权罪时，对自己所有的罪恶所只能做的只不过是抵赖和撒谎，不是？继美国定出香港人权法和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草案后，不但通过自己的媒体狂发相关新闻，包括发言人的声明在内，用暴力让国内所有的单位、组织、人士背诵和阅读你们自己为他们所写好的发言稿，通过驻外领事馆、通过驻外使领馆来抵赖，还通过用沾满无辜人的血泪的肮脏的钱收买的外国媒体来搞反宣传，并控告美国维吾尔人一切以及所有谴责你们的每一个人，还狂妄地把挨着你们违反人权的暴行称为是干涉你们的内政，企图组织维吾尔人法律草案惩罚，以致逃避制裁。最可笑的是，继数落美国挑拨民族关系后，又开始通过央视来发表文章，并播放了一系列包含大多数是捏造出来的，或是把发生在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也归于维吾尔人的所谓的与恐怖斗争以及其他题目的纪录片和文章，企图继续欺骗世界，逃脱罪行并挑拨民族关系。
所谓的与恐怖斗争的纪录片里所放映的几个真实的激烈事件，就是反映你们的独裁领袖毛泽东所说的“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理论。忍不住你们不给我们你们自己法律里所定的自治权，对我们施加的过度压力，在教育、工作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挑拨汉族与我们之间，而允许他们欺负我们等政策，而起来反抗的年轻人的有理的运动。难道在中国历史上也未曾发生过不少为不公平而发动的抗议运动吗？你们给那些抗议运动起什么名字？也是恐怖活动吗？还记得当有关集中营的证据一个一个的摆在你们面前时，你们说了多少次谎话，改了多少次口吗？还有邀请自己选择的外国人到东突厥斯坦参观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让用威胁上台的人群表演的可笑的戏吗？你们所做的就是 George Orwell 在1984书里所写的有关极权主义的挂为无有的特点，也就是对自己不利的事要么就篡改，要么就抹杀。知情者知道你们放映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里的所有事件全是给维吾尔人的抹黑，并用一贯的欺骗手段企图掩盖自己的罪恶行为，因而世人不但不重视你们的主张，而且认为是荒谬。几个月之前你们连续发布的那些从头到尾是谎言的一系列白皮书，不是被世界嘲笑了吗？对这次集中营的内部机密文件被泄露，还有维吾尔人在其内所受迫害的严重程度曝光后，你们所做的自我辩护更是可笑至极。你们可能太相信那骗人大师的祖宗孙子和纳粹角色国杯所谓经常重复说谎成实施的宣传法会永远成功。事实证明，重复的谎言是无法掩盖事实，无论重复多少次，谎言不可能超越真理，掩盖你们的黑暗历史和恶意。实际上，你们已被世界认定为骗子。你们不仅在国内的迫害人民的滔天大罪方面说谎，而且在赢得世界的霸权的意图方面也一直在说谎。举一个你们一贯否认的但阴险地进行的霸占世界的企图的典型例子。在2005年12月，当时的副总参谋长齐浩田在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中的发言里提到了你们妄想成为世界霸主的中国梦的计划和措施中，提到了以下的4个重点：一、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的关键问题是组织人们的宗教信仰，所以在国内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各种手段彻底消除宗教，不然人们会不顺从中共而顺从上帝。二、为了解决因人口增长而面临的供不应求生活领域等问题，尽力迁移汉人到国外，甚至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而渐渐地侵占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全部国土，从而在那些国家形成一个由中共领导的新中国。三、在此前为了发展成强国暂时隐瞒目的，争取和美国搞好关系，用偷、骗、抢夺等手段来得到美国的资本和现金基础。四、征服美国的方式不靠重武器，而是要靠自己拥有的化学武器。从近几年以来你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中，可明显地看到你们的这个意图。譬如2009年的中央有关少数民族政策的会议里所做出的，为了将来在世界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而要拼死斗争的决定。二、通过贷款陷阱而抢夺和霸占他国的战略性机构甚至国土的一带一路计划。三、中国制造2025计划。四、用千人计划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强迫
在中国投资的西方科技公司转让技术。5. 利用华为、中兴等国家的战略武器来收集各国的所有重要信息。6. 在撒哈拉、南非、加勒比海、拉美洲等地区扩张活动。7. 尽力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争。8. 大搞军事扩张，企图封锁南海等等的影响行动。你们自己不照一照镜子，却怪别人搞乱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现在又想搞乱中国的香港和所谓的新疆，并声称自己是搞乱者的一厢情愿和痴心妄想，绝对不可能得逞。以为世界不知道，一旦你们统治世界，肯定会用同样的恐怖政策搞乱所有的国家，犹如国内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我说，这也是你们的一厢情愿和痴心妄想，因为靠镇压进行统治和解决问题，必然会走进死路。你们也很清楚，世界也觉醒和看清了你们的邪恶性和对世界的威胁，因而所有爱好民主、和平和平等的力量一定会团结一致，从世界上清除掉你们。因此，针对世界的谴责，你们的狗急跳墙行动是徒劳的。我还要向那下场肯定会跟努尔白克利一样的所谓自己去主席的傀儡舍拉扎克提个问题：你匆匆忙忙的奉命去北京，声明所谓的在教育营的所有学员都结业回家了，那么为什么在国外的亲人还是无法和他们联系，得不到他们的信息呢？你们把他们派到哪儿去了？是想把在集中营的150万维吾尔青年人转移到他省的监狱一样，把他们也转移到外地了呢？还是把他们都赶到了新建的地下集中营？还是派到了专门为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而建造的集中营工厂呢？除了这些以外，你们还有什么没有耍的花招了？执政以来不都把36届都耍完了吗？在世界上无犯列的残忍的中共，实际上你们也很清楚，自己的践踏人权罪恶不止这些，还有许许多多的罪行和执行者将遭到世界的谴责和制裁。在最近的将来，肯定会成立一个审判和惩罚你们的国际法庭。根据我们得到最新消息，你们在烧毁其他有关集中营的材料、证据和计算机。即使这样，采取任何其他像这样的文件隐藏在自以为是不可能揭露的地方等手段，你们也绝对逃脱不了惩罚。等着瞧吧。